我们现在要开始诵经导读，请各位先注意你的麦克风是不是有关起来了？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岭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木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劳木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浑圆古特在中央，劳木降下通天桥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回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使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劳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
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金尊。吾皇敕令尽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眼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时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许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6叩7叩8叩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坐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急吐，天下神贵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耳中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使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今常持念，善哉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力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缨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稷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
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两遍得超生，十念三遍神贵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解内许路径，念起真言归否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岭山地，拈花应正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急吐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情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则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元相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
只念3遍神会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使空。一空再空三空四空五空六空七空八空九空10空手。回向文：弟子姓氏姓女，请报自己的姓名。姓女张氏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土耳其大地震，受难者与罹难者，恳叩祈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愿受难者早日康复，远离病痛恐惧，愿罹难者早日安息，往生极乐净土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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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浅显慈悲。好，感谢志尧为我们导读。好，莲师各位浅显大德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晚安哦，大家晚安。感谢浅显慈悲。领任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长，各位讲师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典传师晚安，领任晚安，各位浅显们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感恩啊，感恩护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典传师慈悲，各位典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主，各位前学们，各位讲师们，大家晚安。